相信最初起火嘅位置係雲昌閣低層外邊嘅嗰啲嘅圍網，其後咧係由於燃燒咗嗰啲發泡膠板，火勢迅速咧係向上蔓延，伸延到去多個嘅樓。其實香港好細，無論呢個 moment 有冇識嘅朋友喺嗰度，其實 friend 搭 friend 都一定有，都係嗰啲人嚟嘅，嗰樣嘢係好近。